继续咱要来看，国安局发布2025年中国对咱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威胁的分析报告，其中包括能源、救援、病院、甲通讯传播等等。去年每一天平均侵扰263万件，比前一年增加6%。而且侵扰的时间点除了甲中国对台军演有关联，还佫有重要的庆典、甲政治活动等等，网络的威胁嘛同时咧增加。中国毋但发动军演恐吓台湾，国安局最新发布2025年中共对咱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侵害威胁分析报告，发现中共网络军队对咱国重要基础设施的害侵手法是愈来愈深，尤其像是赖总统520就职典礼、甲副总统萧美琴访问欧洲这重要政治活动，网络侵害活动是明显增加。对这些发动攻击的源头进行一定程度的监控跟反制哈。那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公民单位的治安观念，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要设置相关的治安防护。报告指出，中共网络军队对咱国重要基础设施侵扰数，对2023年每天的123万次，逐年称悬；2025年甚至来到每天平均263万次，比2024年增加6%。攻击手法上主要以软硬体的缺失攻击为主，搁再来是 DDoS、斜角工程的攻击加供应链攻击。在重要基础设施方面，亲像能源、紧急救援，还有病院，另外还有通讯传播，拢被侵害。一旦关键基础设施受到影响，那民生就会受到一些攻击，或是人心就会恐慌。所以这个状况底下，那对方当然一定会先尝试去使用对于关键基础设施去进行攻击。今日民进党立委沈碧阳居住地家工作场所卫星影像，最近也予中国官方媒体里面册甲 YouTube 社群平台公开，测试亲像 Meta、Google 这已经伫司法部要求下，已经确定已读这相关的违规资讯。中共纵容官方媒体威胁我国立法委员，这根本是流氓行为，只会引起台湾人民的愤慨与反感。另外，沈碧阳也予冒名发出恐吓的电子邮件，以简体嚟讲要对服务处不利，予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这人，吴思瑶已经报警。治安专家呼吁，想要避免中共的网络攻击，要避免使用某一寡地区的软硬体来强化治安的防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